此后2022年6月20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伊是开启智慧的锁匙。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1节到第5节，为着恁甲老底嘉人，以及所有还毋捌见着我的人，我爱恁知，我偌仔年仔伫拍拼。我的目的是爱因的心受鼓励，用听3结连，通得到丰富的理解力，有充分的确信来晓悟上帝的奥秘，就是基督。上帝智慧甲知识的一切宝贝，拢蕴藏伫伊内面。我安尼讲，是爱恁免互人用花言巧语，甲恁带入迷路。虽然我人无伫恁遐，心却甲恁做伙。我看见恁的生活规规矩矩，对基督的信心有坚定，感觉真欢喜。歌罗西、老底嘉甲希拉波里的信仰群体，应该是保罗伫以弗所期间找以巴弗前去建立的。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9章1节到第10节，保罗伫遐2年，逐日讲道，互住伫亚细亚省的人拢通听到主的福音。保罗挂心歌罗西的教会，检采有私人因素，就是伊关心兄弟俄尼西姆。总是另外一个理由是，歌罗西书第1章2节8节所讲，所以，阮对于所有人宣扬基督，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诫佮教示众人，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做成熟的人献互上帝。保罗传福音，为着福音受苦，因为伊相信独独只有基督会互人得到完全的智慧甲知识，也就是真理。保罗讲，为着恁甲老底嘉人，以及所有还毋捌见着我的人，我爱恁知，我偌仔年仔伫拍拼。偌仔年仔伫拍拼，是指竞技场愿意尽力竞争。就算伊甲真侪人未捌见过面，保罗犹原甘愿付出代价，因为伊相信上帝所赐的智慧甲知识的关键是耶稣。因为安尼，伊指出耶稣是开启上帝所储藏的一切智慧甲知识的锁匙。耶稣会互人的心得到安慰，伫听的内面联系，对伊有充足的信心，明白伊就是上帝的真理。有人会认为，保罗这段话是针对流行伫地中海甲中亚的灵知派，也称作是诺斯底主义。对因来看，因强调真知识是得救恩的关键。保罗讲这话，目的是免互人用花言巧语，甲恁带入迷路。当时的古典教育真注重说服术甲演说训练。保罗提醒，当人明白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就袂受花言巧语的演说动摇。伊肯定讲，我看见恁的生活规规矩矩，对基督的信心有坚定，感觉真欢喜。保罗用规规矩矩甲坚定两个军事用语，表明基督徒面对逐种学说的时，爱保持警觉，搁伫必要的时，着起身捍卫信仰。
就好亲像属基督的军队所着做。早期来台的宣教师梅干务认为，台湾的宣教士甲初代教会史有微妙类似的所在。伊发现，台湾汉人信徒的信仰大多数停留伫物质层次，伫信仰实践甲圣洁的生活，常常甲主耶稣的恩典无关系，就好亲像初代教会侪信徒共款。福音互初代教会，特别是哥林多教会，甲台湾早期信徒看做是愚妄的叛家族。基督徒伫台湾也是少数，毋过福音由愿传开，这是历代宣教师舍己受苦的结果。因正讲是效法耶稣基督舍己受苦，带人进入用听包容的国度。基督是开启智慧的锁匙，搁较是教会徛在得坚固的基础。默想，我的信仰是规规矩矩，基础坚固，或者是容易因为花言巧语就动摇。我的信仰是规规矩矩，基础坚固，或者是容易因为花言巧语就动摇。咱来祈祷，主耶稣，你因为听我受钉伫十字架顶受苦，搁用宝血洁净我的罪，求你帮助我，互我也会当因为你的疼，为着互人得到福音，甘愿受苦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